条老圣诗吼，所以咱能过有印象就好。来，过来唱咱的今仔日的第一首圣诗，圣诗434首，主恩典大慈悲，这嘛是老圣诗吼。来。主恩典大慈悲，传愿平安过新年，但愿感谢应诚心，救主上帝听愿意。第二节，感谢你所愿向托，你的那为见那道。这第二节，这吼，伊讲是四季转世，吼，毋是四季吼，四季转世，吼，咱来练伊的即个第4节的部分来，当怀好汉太平洋，西部平安好成就，花来，遮吼，花香鸟语，吼，花香鸟语，人情软，吼，美丽天成咱台湾，这是后来才搁加起的歌词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咱会较无遐尔熟。来，咱搁唱第4节搁一遍。当怀好汉太平洋，西部平安好成就，花香鸟语人情暖，美丽天成咱台湾。OK， 好，咱准备心，咱来进入今仔礼拜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，请咱将咱的手机、关机分别做成，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
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所以我要一世人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。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颂赞你。这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34首，主有恩典大慈悲，来称赞咱的上主。请坐。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听我的爸爸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至大的恩典，互阮会当诚侪你的囝儿。主啊，这是你对阮一世人上介大的祝福。嘛，求主你，互阮会当了解，阮为着这件代志，爱向你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阮学了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整个的世界所有的运行，拢是你所掌握。至圣至人民的爸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即时要来承认，阮所犯的罪。阮知，阮的肉体是罪性，阮行了侪侪歹的代志，无论是显明的，无论是无显明的，也是隐捌的，阮拢求主。即时，阮伫你面前，阮要来认阮的罪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看见阮的不足，阮的软弱，我嘛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。我嘛恳求上帝，你来洗清去阮的罪，求你来赦免阮，互阮会当徛在伫你的面前。主，阮无够额，求你帮助阮，求你，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，互阮会行伫你光明的道路当中。主啊，阮知你有怜悯甲慈悲，你嘛无快快生气，你嘛无久长的责备。求你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听内面，接纳阮悔改的心。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，互阮会通行伫你义的路顶悬。即时，阮求圣神来光照阮，使阮正兄这有智慧的心、聪明的灵，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。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诚侪阮正兄这的帮助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特别恳求上帝帮助看顾。我嘛要向主来发出阮的感谢。伫过去的这一年，因为有上帝你的保护、引带甲看顾，互阮会当行伫你
恩典的道路当中。主，阮知这个恩典，毋是因为阮平安顺遂才是恩典。主，阮知每一件代志拢是你水阁好的旨意。毋管阮是顺利，阮是无顺利的，阮知拢有主你的引带伫阮的当中。恳求上帝，你来看顾保守阮。主啊，阮只是要特别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。恳求上帝，你来保守看顾，互这个世界会当有平安，互国家甲国家的当中有上帝你的祝福甲恩典伫当中，互侪侪百姓无伫受到战争的这个威胁。我嘛恳求上帝特别来保守阮台湾，互阮的国家会当安定、和平甲繁荣。求主你保守、看顾、帮助阮。阮要特别为着阮台湾的社会来祈祷，恳求上帝你帮阮陪伴阮的每一位百姓的心，互因愿意来接受上帝，互因愿意来找找上帝。阮知世间人侪侪的迷失，因迷失伫阮传统的信仰当中，就是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怜悯的心，搁较为阮来陪伴侪侪百姓的心，互因愿意来接受福音，嘛互阮有愿意为主做工的心。恳求上帝你来帮助看顾阮。主，阮特别为阮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上帝你来保守、看顾甲帮助。主，阮知建堂这件代志，毋是遐尼就简单，搁较需要阮众人会当有合一的心志，因为阮这个事工毋是某物人的事工，是阮众人的事工，是上帝的事工。阮要为着主来跑走天路，互阮经历信心的功课。求主你来帮助看顾阮，嘛恳求上帝保守阮今仔日的好会一真顺遂，有上帝圣神的看顾甲引带。我嘛为着阮教会宣教的事工来祈祷，求主你来帮助看顾，互阮的教会会当诚侪社区的光灯，甲社区的众百姓、众兄弟有搁较好的连结，互因有搁较多机会会当来认捌基督的信仰。恳求上帝你来引带阮面前的路站，主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这时阮要特别为着离父上弟兄的遗族来祈祷，求主你来亲自赐下你的安慰，嘛保守遗族续接过来一寡后事的处理，拢有上帝的圣神引带甲看顾。阮嘛要为着曾志新姐妹来祈祷，求主你互伊会当适应伫阮教会的生活，嘛互阮的兄弟对伫伊有搁较侪的关心，互阮伫主内有搁较侪的连结。主，阮感谢你。这时，阮嘛为着李明守弟兄、邓依云姐妹这对新的夫妇，因伫个新婚生活的适应，以及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顶悬，充满上帝你的恩典，充满圣神的祝福甲引带。我嘛要为着严世佩姐妹伊伫新的工作顶悬，会当有好的适应，会当诚侪搁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主，阮你献上阮的感谢。这时，阮要用个主所教示阮的祈祷，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
这是咱的启用，今仔日的启用文是30篇，嘛是诗篇121篇。咱来交托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山对倒位来？我的帮山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绊倒。你的保护者袂拄眠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永远地保护守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是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叫你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到第12节。我来读先读台语汉字本。耶稣举头看到一大群人一直往伊遐得来，就甲腓力讲：咱要去倒位买食面，通互遮个人食？伊讲安尼是伫试验腓力，其实伊家己已经知影得要做的代志。腓力应讲：用200个银仔去买饼，嘛无够互逐个人食一出啊。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，甲耶稣讲：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5个大麦饼甲2尾鱼。毋过人遮尔多，敢若遮的哪有够？耶稣讲：恁叫众人坐落去。迄个所在草真多，众人就坐落去。敢若查甫人就5000。然后耶稣摕遐个饼，感谢了后，互坐伫遐个人，鱼嘛安尼分，出在因遮。因食饱了后，耶稣甲伊门徒讲：将食剩的碎屑仔捡起来，毋通拍损。过来，我读和合本。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做。腓力回答他：“就是200个银币的饼，也不够他们每人吃一点点。”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孩子，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，但是分给这么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叫大家坐下。”那地方的草多，人们就坐下。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坐着的人，也同样分了鱼，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。他们吃饱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，免得糟蹋了。”愿上帝祝福听他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要请主席罗来学老，因今仔日要学老的诗歌是《耶稣的爱》。
哦，咱感谢主席咯，真可爱的歌声啦吼。这是咱要请林牧师来正道，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：将你有的交互主，就有够。平安，这平安。咱感谢主义的小朋友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。每一届看到这小朋友咧唱歌的时阵，咱的心情，我想，咱看见因咧唱歌的时阵，咱的心情应该拢真正真快乐。尤其看愈细汉的迄越不受控但是因所表现出来，多好，真正是因的心是迄种单纯的。迄种无任何的虚假，所以他都安尼沿路咧唱，唱到尾啊，手就开始伫我的灵快乐，所以迄个咱就通看见讲，迄个细囝，当因安尼亲近主，伫咧主的迄个厅内面，因就无任何的惊吓，也因会有法度安尼真正将一切。迄种对主的迄款的倚靠，就较亲像父母囡仔迄婴仔咧信任伊的父母共款。父母互伊饲啥物货，互伊食啥物货，伊敢有甲你讲你互我食啥物货？无，只有干那伫遐就是安尼好安尼伫遐享受伊的父母所为伊所准备的。咱若有食过婴儿奶粉，咱就知那个实在是有够难吃的，但是迄确实会通帮助一个囡仔，伊伫咧迄个成长的过程内面，伊所需要的迄个营养。若是对咱的字来讲，咱会感觉讲，哇，这个有够歹食。但是对囡仔伊的成长来讲，确实迄个有迄个需要。同款今仔上帝伊授予互咱的迄个。迄款安尼伫咧咱生命内面所要互咱的，不管咱看做迄个是无好的，是好的，拢有上帝迄个美好的旨意伫咧中间。咱今仔日咱的教会，咱用教会要来举行定期会员好会。会员好会毋是一个行政的报告，也是讲迄个。议案表决的一个日子，乃是咱全体信徒要同齐伫主的面前，搁一届，咱要来重新聚焦，聚焦的是一个时刻，咱要聚焦伫上帝伫咱的生命，伫咱安尼所伫遮组织的即间教会伊的安尼伊的行做，伊的旨意是毋是？有伫咧主家己的教会内面来安尼成就，所以若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咱要问的是会员好会，毋若是只有干那讲我们的预算够不够，还是讲包括咱即马开始咧即个建堂的即个规划，安尼迄个建堂的规划，迄个经费对倒位来？会员好会毋是干那。伫遐聚焦伫咧即个所在，也是讲迄个未来的迄个挑战，咱要怎样来去承担？咱搁较要紧的是，咱要伫咧会员好会内面，要搁一届来问的是，安尼主，你要互阮伫咧即个中要来学习什物款的功课？所以当年伫咧加利利海，主耶稣伊伫咧面对迄个5000人。佫讲的是迄个5000个查甫人，伫遐安尼，敢若只有算5000个查甫人，安尼迄个状况内面，迄个主耶稣伊要面对遮尔啊侪人，因的迄个邀约的迄个需要。但是主耶稣伊早就已经知影要怎样做，但是伊却犹原对腓力问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，就是安尼，咱要去倒位买饼，互遮人食？即个经文真清楚讲耶稣安尼问，是要来考验腓力，讲考验腓力，因为伊原底本来就知影家己要怎样做，
主耶稣伊并毋是无迄个答案，伊要伫咧迄个中来凸显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，就是门徒的心到底咧倚靠什么货？这也是今仔日主可能要透过今仔日经文嘛来问咱，安尼咱要去倒位买饼？毋是因为咱的主伊有欠缺能力，乃是爱咱看见咱的心思意念到底咱咧想什么货。伫咧迄个腓力伊伫咧今仔经文内面，腓力伊的回答非常的诚实。伊伫迄个中间伊足理性，腓力是一个真理性的人。伊伫遐伊讲安那？伊讲。就算讲安尼用200个银讲就是200个银币的饼，也不够他们每个人吃一点点。腓力伫咧这个时阵，伊开始伫遐计算，伊毋是无咧计算，伊头壳内底一直伫遐咧转伊算真准。伊讲无毋对，但是问题是，咱会看见的是腓力，伊将伊的迄个眼光只有干那停留伫咧无够。他说用200个银去买饼嘛无够，伊腓力只有干那看到无够。今仔咱南阳教会咱拄咧面临建堂，咱嘛共款进入共款的迄个计算的模式。咱的建造经费到底爱偌济？若工程追加落去，要安怎？通货膨胀要安怎？利率调整要安怎？前一阵咱召开建筑委员会，内面刚刚就讲到讲，咱即马政府为着即个绘图的即个清运，迄个整个成本增加，运费就讲你要去堆置即个绘图的即个堆置的费用增加。有可能教会因为安尼，还佫增加百几万的费用等等这的。利率调整，物价波动，当咱若哪算，咱的压力哪大。弟兄兄弟，拍算毋是罪，理性嘛毋是问题。问题是，当咱只有干那纯算会出来。迄个思维时阵，咱就失去迄个信得过上帝的迄个眼光。当上帝伊安尼将迄个建堂的念头要放伫咱的心中的时阵，敢讲伊毋是已经拍算好势啊？已经心内知影伊要做啥物货，敢毋是？像主耶稣伊伫咧面对着即个面对遮尔5000外人。超过5000人，安尼遮尔啊侪人数，伊心内早就已经知影伊要做啥物货，咱只是咱毋知。所以主要说，伊咧问腓力是要爱伊看见伊家己的迄个不足，甲伊家己的有限。因为人若无看见家己的迄个有限，就无法度去学习，要将迄个有限来交互即个无限的主。当咱看见迄个不足的时阵，毋是见笑；当咱看见不足的时阵，迄是一种的稳定。上帝互咱看见咱家己的无够，咱家己的软弱，是要为着要互咱会通学习，要安怎更较高倚靠伊。所以伫咧经文的线接，伫遐讲起着另外一个学生安德烈带着一个囡仔来，这个囡仔带着5个大麦饼跟2尾鱼。伫咧这个经文伫咧规个迄个强观福音，也就是讲四福音书这4本的福音书内底，唯一只有干那约翰福音去提起着这个囡仔摕着5个大麦饼跟2尾鱼的这个来源的记录。也就是讲，伫咧其他的记录内面，敢若只有讲耶稣伊用着5块饼、2尾鱼来饲5000人吃饱，但是无讲来源对倒位来，只有敢若约翰福音提起。
安德勒伫咧即个所在，伊讲安怎讲？伊讲，迄落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5个大白饼跟2个尾鱼，毋过人遮尔啊济，简单食的哪有够？共款游园，咱嘛是共款，看见安德勒伊嘛是讲，即句话非常的真实，安尼哪有够？时常咱会伫迄中间，咱伫咧咱的教会服侍内面也好，咱伫咧咱的真济的遮个，包括家庭的运作等等遮个，咱时常咱伫遐咧讲安怎啊？我这一点奉献算什么啊？我这一点恩赐算什么？我这一点点时间算什么？咱不断伫遐来问起我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咱敢若看见咱的迄个无的部分，但是咱却无看见迄个上帝迄个有的部分。伊将迄个咱看做软弱的，迄个无够额的，伊来互迄个无够额变做够额。也就是讲，迄个新额毋是对迄个真济来做咱拥有真济来开始，新额是对迄个愿意交出来做开始。即个囡仔，伊若是安尼紧抓着不放，五块饼2尾鱼，伊紧抓着不放，安尼新额袂发生。当然嘛有可能主要说伊用另外方式来展现即个新额。但是五块饼2尾鱼本身，咱会通看见，五块饼2尾鱼，伊本身是无能力的。迄个能力是伫咧主的手的中，当你将即个人看做无够额，交伫咧主的手中的时阵，新额就来开始。伫咧教会建堂嘛是共款，真正的问题毋是教会到底咱即马拥有偌济，乃是咱是有愿意来交出来，咱愿意将我们愿不愿意交给主，将我们自己交给主。当咱将咱有限的交互迄个无限的主的时阵，主耶稣伊的迄个数学甲咱无共款，主耶稣伊的数学是会改变的。伫人的手中，迄个5块饼2尾鱼是无够额，但是伫咧主耶稣的手中，即个5块饼2尾鱼要成做迄个祝福的源头。所以兄弟，奉献毋是迄落金额的问题，乃是迄个主权的问题，嘛毋是迄个讲偌济的问题，乃是咱要是毋是有欢喜安尼来看无家己？咱是毋是有欢喜顺服？咱是毋是有欢喜来全然来交托，将咱所欠缺来全然交托伫咱的主的手中？所以主要说，伊互5000人来食饱，即个咱讲这个记叙，伫咧即个记载内面。咱无听见迄个囡仔有讲任何的一句话，伊嘛无提出任何要求，讲我将我这5块饼2尾鱼交的，你爱互我啥物货？无，这个囡仔完全是毫无保留，伊就将伊有的交出来，伊真单纯，欢喜来将伊有的来交出来。迄个单纯就是迄个信心上最纯净的一个那个形态。今仔日咱做一个主的门徒，有当时咱的难处，无一定是咱无有资源，咱要讲有可能是咱的心无单纯。咱头拄咱看咱的注意到小朋友伫遐咧唱歌。咱看见因迄种真单纯，伫遐来学习上帝，来高举上帝的名，迄款单纯的心，咱需要恢复迄个囡仔迄款单纯的迄款安尼对上帝的心。当咱单纯的时阵，咱就要安尼看见迄个新业要来发生。
咱时常会问讲啊，如果我奉献啊，安尼我未来要怎样？啊，如果我若安尼投入时间来来侍奉，安尼是毋是会影响我的家庭？啊，如果我安尼参与伫咧即个建堂的时间，啊，若万不利，若建堂失败，咱有一堆的如果，这都陷入伫咧撒旦的计谋内面。我们说撒旦是那个谎言的主，他是那个说谎者的父。如果代表什么？无一定嘛。多就是创世纪伫咧撒旦咧对夏娃所讲的迄句话，敢毋是？说上帝说，夏娃讲啦，讲那个上帝说吃了我们就会死。后壁魔鬼安怎讲？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，是不是？如果，所以呢，兄弟，信心啊，不是没有疑问，而是在疑问的当中，我们仍然选择信靠。耶稣提起饼来，伊伫遐祝谢，请咱来记哦。迄个祝谢是发生伫咧新约进前呢。什么叫做祝谢？就代志还未发生，就开始讹了上帝。伊伫咧还未掰饼出来的时阵，伊伫迄个中间，伊开始来讹了上帝，高举上帝的名，新约就发生。咱感恩是毋是因为讲咱已经有教义，咱是因为咱相信咱的天父上帝伊的供应。当教会伫咧不忠的中间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悠然伫遐来感谢？感谢主，你互阮不足。那么读甲歹去，咱来安尼讲。但是当咱伫遐看见咱的不足的时阵，就是上帝要做工的时阵。咱伫遐咱看见咱的软弱的时阵，咱将即个软弱摕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做工。迄拄就是信心最真实的见证。这也是安怎啊？你用想象讲咱每一个人，咱无一定逐个人有迄款安尼稳定甲福分。参与伫咧建堂，有的人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建堂，敢毋是？我感谢上帝，伊互我参与上少4遍，大小不一样的。咱教会建堂是第5遍。我感谢主，我何德何能？但是。每一届参与，拢是要互咱去经验着上帝伊的带领甲引带，啊嘛是要互咱看见咱的不足，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一个真要紧，帮助咱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兄弟，当在众人都吃饱了之后，都有余了，佫剩偌济？咱经文内面，咱今仔无读到遐吼，当伫咧咱今仔读的下一节13节，讲剩偌济，剩12人。这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就是咱伫咧主的内面的奉献，毋是一种的消耗，乃是扩张。你用想象，头拄原底本地迄个饼，5块饼2尾鱼是干那只有5块饼2尾鱼，怎么变偌济？12人呢？我们会觉得说啊，亲像讲，当然迄当阵，互我听着，我感觉讲啊，实在是这个，无参我伫咧遮遮侪年，伫遐讲几半步。当初是有人讲着讲建堂，说这个是在迄个叫做啥？再留子孙。什么叫做再留子孙？
当咱伫遐讲再留子孙的时阵，咱是对上帝的迄款的无信任，对上帝迄款的无信靠，和咱的信心遐尔啊细，咱才会伫遐宣告再留子孙。上帝想赐予咱的心是什么款的心？是迄个，他给我们的意念是那个赏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吗？伊既然将迄款更长的时间放伫咱的心内的时阵，咱就伫遐欢喜来顺叹，就咱要看见上帝伊伫迄个无可能的所在，要诚做可能。所以，当咱若将咱的性命、咱的时间交予主的时阵，伊要主伊要扩展、扩张咱的性命。当咱将咱的金钱交给主的时候，伊要扩张你的影响力啊。当咱将教会主权交主的时阵，主伊要扩张伊的国度。南洋教会绝对毋是牧师的教会，南洋教会嘛毋是某一个长老、某一个执事的教会。南洋教会是主的教会，这是我不断一直伫遐来甲咱强调。咱今仔日。包括咱伫咧祈祷的时阵，咱拢应该开始调整咱的迄个，讲主啊，求主你来祝福阮的教会。这句话有没有语病？咱若开始去注意这些语病的时阵，咱将每一届咱的每一句话，拢将阳光交互咱的主的时阵，互主伫咧伊家己的教会来掌管作用。主伊要扩张伊的教会，扩张伊的国度伫咱这个南洋教会的内面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的真正会通好啊来去亲像咱到底咱所领受的到底是啥物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咱还佫会记无？咱当咱开始咧问讲是不是要建堂安尼问卷的时阵，咱所领受的迄个建堂的意向，当初时，迄个问卷咱收回来的时阵，咱内面所有兄弟勾选那个问卷我都还留着哦。内底勾选最多的是要建一座叫做多功能的礼拜堂，它不是说我们要建一个非常的豪华美丽的，亲像个欧洲有一间教会，我们迄是西班牙倒位，较早仔搁咧去的，迄个叫做高什么？一个建筑师非常有名啊。因咧期待讲，看毋捌今年有法度完成，我毋知影啦。哦，对，圣家堂，来起几百年，还在盖，也是强调的，那个是一个很富丽堂皇的。当然，那个是在高举神，但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意向是一个，我们要建的是一座多功能的礼拜堂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期待这个教会、这个礼拜堂要真做伫咧这个社区的祝福，要真做咱规个南洋地区的祝福。啥那咱南洋教会，咱是要合作南洋，咱不是宜兰，我们是南洋。是代表我们不单单是宜兰市而已，咱是要真做整个南洋地区的这个建教会祝福。所以这是咱领受的意向。建堂是要为着要拥有一个真漂亮的建筑，乃是要为着要承载上帝国的迄个使命。所以上帝伊既然伊兴起迄款安尼的意向要建造，伊就的确会供应。但是请咱来注意，主耶稣伊吩咐门徒讲安怎，将迄个存落来，收拾起来。这种信仰毋是浪费的理由啦。咱信心不等于轻率，咱挖个主不等于松散，所以咱既然要信靠，咱嘛爱真忠心来管理。咱既然仰望咱的主。但是咱犹原爱尽咱的责任，这就是咱南洋教会，咱的规个这个小会员，以及咱所有的建堂委员会的委员，因的观念甲着迄个态度。所以咱
若个好，咱若个将这个经文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再往后稍微延伸一点点。伫咧一直延伸到第15节的时阵，当众人看见迄个新约的时阵，讲要强迫耶稣来做王。迄个时阵，耶稣伊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伊怎退到山上来。耶稣伊无爱人的拥戴，伊只有干那欢喜顺探天父的旨意。所以，弟兄这对咱教会真要紧、真重要。咱的建堂，毋是要证明讲咱成功。咱的奉献，毋是要为着要留下咱的性命。教会成长嘛，毋是要伫咧迄个数字漂亮，咱会通看见今仔日真侪教会伫遐强调啊，我们今年我们的洗礼的人数要多少，我们的奉献要多少等等，写一堆。教会成长无应该是伫咧遮个数字漂亮的顶面。咱所要做一切，若毋是要为着互耶稣伫伊的教会来做王，安尼咱拢偏离了迄个咱的规个信仰的焦点。所以，我讲倒转来，会员好会，迄个真正的焦点，无介在伫咧迄个工程，嘛无伫咧，乃是伫咧主的主权，嘛毋是伫咧迄个压力、迄个预算的顶面，乃是咱是欢喜顺服上帝伫伊家己的教会的带领，嘛无介在伫咧迄个压力。任何的压力，伫咧主来看，拢毋是啥物货，咱需要的是交托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仔日主耶稣伊检采，伊嘛要搁一届来问咱，安尼，你们的饼，你们到哪里去买饼？伊毋是爱我们焦虑，主耶稣伊无爱咱焦虑，伊乃是爱咱回应讲，主啊，我将我手内所有的拢交互你。检采咱手中只有干那一点点的奉献，或是一点点的时间，一点点的能力。检采咱会感觉讲啊，我只安尼尔微不足道，但是伫咧主的手内就够了，哦，在主的手里就够了。所以教会的未来，毋是伫咧这个银行的账户，而是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。所以，当咱全体信徒，咱欢喜来同心，将咱迄个有限的来交互这个无限的主的时阵，咱的不足就的确要变做有剩。咱的这个困难要成做咱的信仰的见证。当咱起好的时阵，咱会人来见证讲，咱当初时是怎样无够业，但是主伊怎样伫伊家己的教会做成迄个无可能的代志。安尼咱才有法度伫咱的信仰顶面来得到更较大的徛在。建堂不只是干那一个工程，乃是一个信心的迄个咱讲迄个历程吼，一个信心的历程。透过迄个建堂，会通看见咱到底信靠主有偌济。咱到底伫咧咱的性命，咱不管是干那建堂，还是咱伫咧咱的教会事工，以及咱家庭，还是咱个人顶面，咱到底拢干那看见迄个不足的部分，无够业的部分，是咱有看见迄个不足的背后，有主伊特别的心。当咱欢喜来将咱的不足、咱的软弱交互咱的主的时阵，你要经历到主伊会将迄个不足来变作丰盛。所以咱要搁一届好来想，头先牧师所分享的，安尼咱是毋是习惯用算得出来的方式来回应迄上帝对咱的呼召？安尼有啥物款的代志？咱只有干那看见咱的无够业，却袂去哩仰望咱的主。这是咱第一个，咱需要去好好来思考。圣神怎样伫咱的内面来对咱提醒？第一，安尼我们的手中有哪些的五饼二鱼？金钱、
时间、恩赐、专业、人脉。主这时阵，伊来邀请咱将咱有的迄个五块饼两尾鱼交出来的时阵，咱是毋欢喜来将咱的即个五块饼两尾鱼来交出来，来交互主用，互主来扩张。第三，咱伫咧面对教会建堂的迄个经费的即个压力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侪焦虑也是甚至咱做闭上关，也是咱参与搁交托。咱奉献甲着服侍的动机是为着要成就咱家己呢，是要真正互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管作用呢？求主帮助咱，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着，互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亲像，也会通欢喜顺服圣神伫咱心内对咱所讲的话，咱来做出回应甲改变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承认阮时常会通亲像即个腓力共款，阮只有看见阮的不足，甲着阮的无可能。阮真够计算，阮也真够担忧，阮也时常会惊吓。但是主，你早就已经知影要怎样行。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，阮愿意来承认阮家己的有限，阮的软弱，甲阮的不足，也要来承认主你的无限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会通亲像迄个细囝共款，迄款安尼单纯的心，愿意来将阮手内即个五块饼两尾鱼来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毫无保留。阮无立条条，阮无为着阮家己来留退路。为着主你的教会建堂的需要，阮要将即个规个即个真庞大的经费，甲着未知的即个挑战，甲着未来的道路，阮要全然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那这是出伫主你的心意，求你亲自来供应，也互阮会通伫咧即个中间来学习阮应该学的功课，也求主你坚固阮的心，阮对主你的信。保守阮无为着家己的荣耀来建造，乃是为着你的国度。阮无为着人的掌声来奉献，阮只有干那要为着互主你伫阮的中间来掌管作用。主啊，求主你互阮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，伫咧信心的中间来向前行。互阮会通来亲目看见，迄个无够额、迄个不足，伫咧你的手中变做有剩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感恩中也是。
人听到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，伫坟中壁倒人来受苦，变世界死，埋葬雷府，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打坐全能的父，上帝的大庭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国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感恩奉献，咱请秘如执事甲志祥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来吟奉献诗。咱来读本周的金句，吼，先读台语，再搁读华语，咱做伙来读。然后耶稣摕遐个饼，感谢了，分予坐伫遐个人，鱼嘛安尼分，出在因食。过来华语。耶稣拿起饼来，注谢了，就分给坐着的人。也同样分了鱼，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。约翰福音第6章11节。咱来伫迄个报告进前来欢迎一位新的朋友，杨义香姐妹。来，请起立哈！杨姐妹，杨姐妹，杨姐妹是那个银莲只是介绍的哈，但是跟苏伟老师跟他有熟悉，拄好就滴。当社社区的厝边啊啦哈，欢迎。
安尼事诶，就是咱派伫迄个社区的大赛吼。无啦，我讲你即马过来就做迄个社区的大赛，关心养姊妹就对啦。嘿，我意思是安尼啦吼。你莫压力，拄啊牧师讲莫压力，哦，轻轻松松吼，嘿。好，过来毋知有第一届来甲咱遮无介绍对无？无吼，泽西兄旁边这位帅哥。哦，有啦。好，欢迎欢迎，董弟兄，好啊，所以在台北工作，住高雄，在台北工作，在宜兰买房子。啊，高雄人在台北工作，在宜兰买房子，所以最重要是最后面那个，在宜兰买房子。好，欢迎你，董弟兄，好，董弟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啊，过来咱来看周报的报告吼。报告事项的部分吼，本主日要举行，拄啊牧师有讲啦吼，就是咱定期会员好会吼，请会员留落来听取报告吼。另外就是，咱若明仔结束了后，礼拜四吼，请咱交台道头前迄个所在签到吼，签到，咱就无搁点名吼，就是以签到作为这个点名吼。然后好会结束了，要召开小会吼，请咱逐个姊妹兄弟姊妹啦吼，那么一定要留落来参加吼，一定要晨会啊，要晨会吼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点吼，26号咱的双年团契吼，会中辈要前往这个韩溪吼，韩溪是寒溪还是？寒溪对啦吼，寒溪我今日念着吼，要去寒溪吼出外聚会吼，请兄弟来关心甲带倒。过来就是27吼，过来这个拜五早起9点半伫福源801厅吼，李富雄弟兄的这个入殓告别礼拜吼嘛，也就是李玉祥弟兄的令尊吼。11点是火化礼拜，下晡2点是树葬安放礼拜吼。愿主的圣神亲自来安慰甲扶持咱的遗族。过来第5点就是3月7日吼，下一个主日了吼。2点到5点吼，伫咱教会吼，礼拜四下晡时啊吼，2点到5点，咱有一个诗情敬拜课程吼。迄个老山牧师之前有来过，这个老山牧师吼，伊要讲解罗安仁老师来示范吼，所以欢迎咱的教会吼，兄弟拢会当来参加。第6点就是各团契的这个后一季的时间吼，咱的聚会内容，麻烦伫3月15进前交予办公室吼，通来安排。具体消息的部分，咱3月7日有这个普测的检查啦吼，所以其实伫咱长老会内底吼，毋是咱家己教会运作尔，顶完阁有中会会来看咱教会有照顺序来无吼，有没有按程序来办事情吼，拢会这个咱有一个体制伫啦吼。过来就3月7日吼，拜六下晡1点半，伫宜兰教会吼，青中青中的妇女事工部吼。南洋区有办这个世界公道日吼，牧师讲道啦吼，请欢迎姐妹吼来参加。有要参加的这个咱的妇女团契会长来双如姐妹来报名吼。过来第3点，这个之前有报告过吼，就请大家来参阅吼。过来就是咱顶周聚会出席报告的部分、方面的部分吼，咱家己来过目。过来若是后一个礼拜吼，咱轮到的兄弟吼，咱备办心吼，备办心来服侍。周报上后半面的这个过去报告的部分吼，请兄弟来过目。若是有重大的所在吼，则干事来做更正吼。毋知牧师有补充无？有。好，安尼咱来吟上行389首，上行煞咱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一
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。祝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只要恁的是信实，伊也要正义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免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必会。咱的线只要来召开咱的定期会员好会，请咱的会员去到伫外面的即个招待道的部分来签名，咱要用着签名来做咱的即个点名的记录吼，加做咱的点名的依据。